这几天连人天津又摘了10几斤豆角子，赶到饺是晒不成了。今儿咱摘冻起来，想吃的时候一炒，跟新鲜的一样。洗干净的豆角切成段，用水焯一下。水里头加上一点盐和小苏打，能使豆角翠绿不变色。炒好以后，捞出来透凉，控干水分，装在密封袋里头。把口摁紧就可以。像这种食品级的密封袋，能保持蔬菜的水分不流失，也不串味儿。平时可以用着储存蔬菜、饺子和肉类。这是过年期间存放起来的腊肠，蒸熟了以后，跟刚风干好的口感是一样的。